第56届日本小姐冠军是一个26岁model，不过因为伊的爸母拢是乌克兰人，细汉搬去日本住，前年才摕到日本的国籍，就有人质疑这个比赛结果无法度展现日本的精神。 身在三国县，五官正深，皮肤正白，现任日本小姐伫这礼拜参赛，不过伊的外形唔是典型的东亚的女性的面。原来26岁追的卡洛琳娜，老爸老母拢是乌克兰人，虽然外表甲别人无同，不过是真真正正有日本国籍的日本公民。やっぱり人種の壁というものもあり、日本人として生きてはいますが。 なかなか受け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ことも多くあった中で今回本当に日本人として認められたという気持ちで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日本话讲甲正溜，即马伫咧做 model 的卡洛琳娜，自细汉就得到再婚的妈妈搬到日本的名古屋，一直到即马，但是一直到2022年才摕到日本的国籍。 伫这边比赛，伊和评审选做上会当代表日本之美的参赛者，也毋过甲别人无同的种族甲外形，却引起质疑，认为伊无法度展现日本的精神。日本の心というものは見た目ではなくて中身の部分に宿ると私は思っているので、本当の意味での日本の心を伝え続けながら。 人を見た目で判断しない人の心を尊重する社会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です。其实卡洛琳娜伊遇到的问题是真侪伫咧日本的外籍人士，或者是有外国人血统的人的心声。就像是2016年被选做日本环球小姐的吉川普利安卡，就因为有印度的血统而受到批评。不过，伫咧少子化、高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日本伫这几年开始放任移民的政策，将更加侪外国人伫咧日本食头路，甚至规划做日本的国籍。不过，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的 社会是较保守，要叫民众接纳新移民，也要一段时间调整。公司新闻，牛眼编辑。